位於台南後壁區的蘭花升級園區，在收歸農業部教育花卉創新園區，去年9月才設立研究發展中心，今年馬上申辦2026台灣國際蘭展，並且首次甲着花卉科技展、商展同齊來舉行。上午有着市府甲着農業部同齊召開活動宣傳的記者會，為台灣的國際蘭展甲着花卉科技展來行銷。2026台灣國際蘭展，這個是位於我們在台南後壁的花創中心的園區。那這個是農業部這個農糧署還有以及花創中心大力來支持的。那這個而且是跟資策會合作，有非常非常棒的讓人家耳目一新的這個 AI 創作，但是主題還是人文，主題還是這個蘭花，所以呢可以讓很多好朋友能夠看到真正台灣蘭花的軟實力，跟農民的心血，以及科技的進步的成果。我們成立之後就首先辦到這一個最大的任務哦。那今年因為包括去年的風災，我們的受到很大的損傷，那非常的不容易，也大家的配合之下，我們這個展館在在過年前才驗收完畢，才完全復原，所以今年的展期是有史以來最短的一個布展的期間。那也感謝台南市政府各單位，還有蘭協，還有各個產業單位的一個協助，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就布置好一個非常，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蘭展。在兩隻大型的菜市仔甲夜市仔公仔熱情的表演，為活動宣傳帶來熱烈的氣氛。現場包括市長黃偉哲、立委賴慧媛，甲着農業部農糧署的長官，以及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理事長，甲這位議員攏到場出席，為活動來宣傳。請動2026台灣國際蘭展暨花卉科技展，2月27號美麗登場，掌聲鼓勵。2026第22屆台灣國際蘭展，首次甲花卉科技展舉行雙展。今年以着綻放台灣為主題，結合莫內名畫，甲着特殊的噴墨蘭花的創意展示，預計將成為今年春天上吸引人的視覺焦點。水轉印的技術跟過去的這個蘭花噴染技術，可以讓我們的蘭花不僅是在原色上非常漂亮，而且可以跟世界的藝術作品還有風景這個圖樣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結合。像剛剛等一下大家看到，像莫內還有這個梵谷的名畫，它都可以在蘭花上做一定程度的 echo 跟呈現。所以等於說，像梵谷致敬，像莫內致敬，像日本神奈川的那個浪花這個花色來致敬。所以說，變成一個讓我們蘭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品牌。今年台灣國際蘭展將在2月27展到3月10日。在台南後壁農業部花卉創新園區來登場，歡迎民眾把握機會，趁着228的年假到台南來賞花。日時看蘭花，暗時閣用到假日來看今年的台灣燈會。台南新聞李盈根採訪報道。